2024的总统选战，南北到底敢要合作？民众党的郭文哲拄啊批评国民党的方案是咧装笑的，今仔日又搁讲爱大家耐心等待。那侯友宜是搁再强调要合作的善意甲诚意。而且换攻击民进党的赖清德，讲台独分子要选举啊，才要爱两岸和平。不过赖清德是翻头批评国民党用战争来恐吓人民。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高雄竞选总部显牌，受到支持者热烈的欢迎。严过伫最近南北合一直也无共识，郭文哲伫政治案批评国民党所提出来两个整合模式，是该当作笑的。若答应，如果真正是乞食，那呢是不是已经破局啊？郭文哲最高叫大家各继续等。我倒觉得有时候顺其自然啦，能整合就整合，不能整合各自努力。其实大部分都 OK 嘛，只剩下这个总统这一局。而且总统，我猜啊。当然，台湾老百姓不太习惯，像我们这种做急重症外科的，哇，还有十几天，太久了。这个，台湾是一个充满惊奇的岛屿吧？侯友宜随我同款到高雄参加南区艺术奥运会成立大会，伊重新会提出善意甲诚意，责任向前行。若被合的进度卡关，侯友宜是甲炮灰对准民进党，对赖清德讲，若伊当选两华战争的机会上低，伊叫赖清德卖骗啊，选举到晚才伫咧讲两华和平。台独今生赖清德。最近转性了开始他也谈两岸和平，你不要再骗了，连人民的生命都在骗，不然的话你就站出来，我反对台独，跟着侯友宜走。用战争来恐吓台湾的国人，这都是国民党长期以来选举的伎俩。所以我们不必随国民党起舞了。那我已经公开多次说明。未来，我如果带领我们国家，我们就是维持现状，打造民主和平的台湾。赖清德是批评国民党用战争伫咧恐吓，伊讲中华民国依然存在，国旗依然随风飘扬，蔡英文总统执政拢会当看会出来。对即马南北合切袂好势，赖清德讲南北伫咧华顶插公说人要做船长，更加用民调来鼓励，讲南北拢毋是社会主流，因考虑的是权威的分配，人民是袂支持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